看这个病院，即摆的工作量是真重。17年前，伫个病院为着SARS的一个放射师，今仔日徛出来呼吁政府，希望会当互放射师咧帮病患翕电光的时阵，会当穿防水的隔离衣。李伟嘛认为，即届的新冠病毒比 SARS 更较严重，希望政府来提悬着医事人员的津贴，比较着 SARS， 每一班拢发3000块，他来鼓舞着基层的士气。大概3天后就开始发烧了，然后1个礼拜后就开始肺浸润。17当前伫病院工作，近距离接触病患感染着 SARS， 放射师张维胜到即马耳也会痛。照了一张相，也是一样就被感染到，所以说这个病毒它的传染力是比你想象中还快。这回新冠病毒疫情扩散，放射师向立委陈情，希望工作的时会当穿防水隔离衣，保护因的安全。一般的隔离衣连防水的隔离衣都没有，好，然后这个没办法阻绝这个飞沫的这个传染的话，那这样的隔离衣你敢穿吗？也有医检师嘛来签名，点会SARS期间，政府和其他医术人员每班是3000块的津贴，这次嘛希望政府会当比较办理。也希望可以跟医护同仁啊，大家都是一律平等。这些补偿都没有规定说要给放射师，都没有规定说要给医检师。面对这个为保回应，拢有依照病业需求，和充足的防水隔离衣，奖金发放嘛拢有按照规定，爱大家会当继续为疫情拍拼。